本地勞工揾工難，失業率又升到近年新高，但另一邊廂又不斷引入內地勞工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一個現象？行入餐廳，員工之間好多時都係講普通話。而家基本上好多人都係冇嘢做咯，或者開工不足咯。你政府仲話要繼續嘅，咁你即係只係幫咗老細嘅啫，幫唔到我哋。香港嘅失業率近期不斷上升，有人就歸咎於輸入外勞計劃，搞到好多人冇工做。其中飲食業就更加係重災區。咁走入去食肆，有時以為自己返咗內地啊，事關周圍嘅員工好多都係講緊普通話。香港飲食業已經食嚟，即係已經好低落㗎啦。咁啊，仲要加埋啲外勞落嚟。整體咧，外勞佔我哋整體呢個勞動市場嘅份額其實唔大嘅。間餐廳你基本上你行入去啊，你都聽到好多操緊國語口音嘅員工喺度。當然我哋都見得到喺飲食界咧，就相對其他界別咧係多少少嘅，因為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呢個界別嘅需要嘅。而家基本上好多人都係冇嘢做咯，或者開工不足咯。你政府仲話要繼續嘅，咁你即係只係幫咗老細嘅啫，幫唔到我哋。本地勞工揾工難，失業率又升到近年新高，但另一邊廂又不斷引入內地勞工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一個現象？行入餐廳，員工之間好多時都係講普通話。而家周圍都係啦，周圍間餐廳你基本上你行入去啊，你都聽到好多操緊國語口音嘅員工喺度啊。無論廳面、廚房，基本上香港已經即係俾佢哋霸晒啦已經。阿俊響茶餐廳做咗超過20年，佢話而家內地勞工基本上已經攻佔晒成個飲食業，甚至見過有 agent walk in 走入餐廳，問老細要唔要揾外勞，如果有興趣，仲可以即刻安排去香港試幾日工。其實呢個好簡單嘅啫，成日我哋都會試工嘅，啱做就做，啱做就走啦。佢嗱同佢傾翻就喺深圳做開嘅係啦，佢就係請咗3日假落嚟嘅。根據勞工處嘅補充勞工優化計劃，涵蓋咗餐飲業、物流業等等。響呢個計劃之下，如果僱主要請外勞，就要先連續4個禮拜公開招聘，請唔到本地員工先至可以申請。但係據阿俊講，而家啲 agent 係主動上門問老細要唔要廉價外勞，如果請到嘅話，就會用方法逼走本地員工。點樣逼走法咧？佢一路加強你嘅工作量，譬如唔係你做嘅，佢又叫你做埋佢。你做唔做頂唔順嘅，你咪走咯。譬如你要倒垃圾嘅，以前唔使你倒嘅，而家幫我倒咗佢，你唔倒啊，咁你唔好做啦咁。不過孫玉菡響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話，今年頭7個月收到190宗炒本地人請外勞嘅投訴，但就話只有個別個案屬實。內地人如果要嚟香港打工，好多時都會靠中介公司。響內地人最中意上嘅社交平台就有好多呢啲 post， 呢啲中介收費介乎25,000蚊至4萬蚊人民幣，而工作亦都以餐飲職位為主，由大廚、侍應生到清潔工，人工大約15,000蚊左右。首先，我們需要填一份簡歷，簡歷是一塊敲門磚。有了簡歷之後，我們的客服才能夠針對性地幫您匹配到合適您的工作。據呢啲中介講，收費已經包括咗勞務費、中介費、保險同埋簽證費用。交咗錢，大概等2-3個月就可以去香港打工。繳費之後是不需要再去交什麼培訓班這些，過去香港上班，就是等勞工簽下來之後，僱主安排赴港上班就可以了。呢間中介就聲稱成功率好高，響8月仲搞過2場慶祝到港工作人員嘅迎新會，每場都有20-30人，亦都有好多內地人唔願意俾中介費，而直接嚟香港嘅勞工處揾工。響社交平台上就有大量呢啲 post。你知道嗎？去香港工作其實沒有那麼難。
去香港工作其實很簡單。香港務工流程介紹詳細版。呢日我哋響上水嘅勞工處就業中心，都真係撞到幾個講普通話嘅人士入嚟揾工，不過佢哋就唔願意多講。而家香港外勞嗰個人數啊，同埋情況都比較泛濫嘅，因為咧本身普通勞工優化計劃2023年9月開始第一批申請以來咧，其實至到而家已經接近2年，獲批嘅外勞人數咧已經係超過我哋以往咧過去10幾20年批嘅人數㗎啦。面對不斷湧入嘅外勞，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曾經提到，話多謝外勞提升食品及服務質素，又話香港嘅打工仔因為有外勞其實開心咗，但實情又係咪咁呢？咁如果有啲人係咁涼薄，就話你睇唔到工友失業嘅情況，仲話佢哋開心啲嘅話咧，咁我就送佢一首詩啦：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。要申請輸入外勞之前，僱主其實要先喺香港進行4星期嘅本地招聘，真係請唔到人先至可以提出申請。不過實情又係咪咁呢？有人就踢爆香港有好多假嘅招聘廣告。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下，僱主要做4個星期嘅公開招聘，請唔到人先可以申請輸入外勞。我哋去勞工處就業中心睇過，入面有幾本簿仔都係屬於呢個計劃嘅招聘。我記得星期5下晝6點鐘去見工咁樣嘅，咁之後佢就話我哋唔請人，叫我走咯。但係個重點係我嗰日已經約好咗6點鐘見工，佢咧就同我講話，我哋冇喺勞工處度落廣告喎，係啦。咁你點解會？你係咪去錯地方啊？就叫我攞個招聘廣告同佢核對翻資料啦。咁核對咗個名係啱嘅，個地點係啱嘅。咁戲肉就係我走咗5分鐘之後啦，我行咗去地鐵站，佢再打翻電話俾我喎，佢就問我係唔係勞工優化計劃嘅，佢問我係咪外勞咁樣嘅。一直關注勞工權益嘅程展偉同2位大專生最近密密揾工，但處處碰釘。佢只係得一個嘅熱線電話去聯絡啦。佢又要有好多嘅中介啦，因為佢唔係直接去聯絡僱主嘅，我哋係要去先聯絡佢嘅熱線部門啦，之後再轉介去第2個就業服務中心嘅部門啦，之後先再由佢哋同僱主去聯絡，所以呢度係經過好多層咯。佢哋甚至懷疑當中好多招聘廣告都係假招聘，根本冇呢個空缺。我哋 total 見過9份工啦。我諗最低限度有6份工，就係咁嘅情況，佢根本就冇嗰個位。就算我哋 report 翻俾勞工處呢啲咁樣嘅地方，佢哋嘅處理手法咧就問翻個僱主，原來佢講錯咗，又或者提翻個僱主你應該要點樣點樣。究竟勞工處有冇辦法去睇呢間公司係咪真實有空缺嘅咧？咁樣去。我哋都問勞工處，究竟你點樣去知道佢係咪真實有空缺？佢嘅回覆俾我就係話，只要佢哋嚟登廣告咧，就代表咗佢哋有空缺。有一啲工，就算你上到去面試，但對方開出嚟嘅條件根本同 post 出嚟嘅好唔同，好似刻意要令你知難而退咁。我有遇過做一個售貨員啦，咁個售貨員咧，佢嘅工作時長咧係9個鐘嘅寫住，跟住但係實際咧出嚟係10個鐘或以上㗎啦，同埋個工資咧係14690嘅，咁但係實際出嚟嘅情況咧就係個底薪就係11700，再加佣金，佢哋係咁計。跟住之後，同埋佢哋都需要走場嘅，係港九新界都需要走場。佢招聘廣告咧就係話要一般嘅粵語同埋中文寫作嘅啫。咁我先去 interview 啦，但係其實佢好坦白同我講話，其實我哋主要咧係想請普通話嘅人。譬如勞工處係免費幫佢哋做嘅咁樣，咁啊僱主好簡單去登一個廣告，但係
呢個廣告背後其實係咪真係有呢個職位咧？其實勞工處暫時我見唔到佢有嗰個審查嘅能力啊。程展緯認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有太多漏洞，有好多執行嘅細節需要搞清楚。我哋都相信有啲僱主真實需要人手嘅，但係咧而家政府俾咗乜嘢咧？就俾咗當你請唔到人嘅時候，第二步就係外勞。中間其實佢好似冇其他想像，冇其他理由方法咧，去調整到可以請到勞工。而且成個計劃請外勞嘅過程之中，我哋冇優化到成個職場，而相反地，我哋將個職場個薪金拉低咗，環境維持惡劣。將來嚟嘅外勞亦都要因為請咗交咗勞務費之後，喺一個好差嘅環境下面繼續結工作。我哋會有一個再新啲嘅做法嘅，就係個4個星期嘅招聘咧。除咗我哋有專題網頁啊，要做好多工作之外咧，我哋會要求，應該9月開始我哋就會要求㗎啦。所有要申請外勞嘅僱主咧，喺做4個星期本地招聘嘅時候咧，佢一定要有一段時間咧係落到我哋勞工處嘅就業中心做實地嘅招聘。輸入外勞計劃已經衝擊咗好多行業，亦都引起咗唔少人嘅憂慮。我哋一定會繼續同大家關注呢個議題。而家我哋休息一陣先，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一線搜查。